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Lucky。今次係我人生第一次對住鏡頭拍片啦，所以假如有啲咩唔自然嘅地方咧，希望各位多多包涵啦。好，首先咁係好抱歉咧，又遲咗，應該係又潛咗一陣水啦，2-3個月水啦。而今次上水咧係有非常之重大嘅消息要公佈嘅，亦都係 Lucky 呢個 channel 成立以嚟咧最重大嘅一條片都唔定啦。點咁講咧？因為 Lucky 咧要轉型啦，耶！咁各位觀眾朋友都知呢個 channel 咧係拍 P&D 嘅攻略片啦、遊戲片啦，所以首先都好多謝各位朋友嘅支持先。而從今以後咧，呢個 channel 啊係會慢慢由 P&D 主流嘅 content 咧變去以翻日本嘅生活、移居日本嘅經歷為主嘅一個 channel 啦。係啊，冇錯啊！咁之後呢個 channel 咧係將會由 Lucky 本人嚟分享翻我呢3年移居日本嘅一啲生活攻略啦。講一講好似 Lucky 咁一個咁普通嘅香港人，冇背景、冇關係、冇 support， 只係少量嘅資金之下，點樣喺日本生活到第4年啦？今年係我第4年。係啦，有睇我 channel 嘅朋友都知我係2022年嚟嘅，今年係我過3年啦，第4年啦。咁點解之前唔拍咧？嚟日本嗰時唔拍咧？3年前唔拍咧？畢竟3年前嚟日本嗰時都有唔少觀眾朋友叫我拍一拍啲日本嘅 vlog 啊，亦都有唔少 comment 問我呢邊嘅生活點啊，即係返工返學點啊。但係老實講，我嗰時即係3年前啦，啱嚟日本冇耐嗰時咧，我要返學要揾工啊，之後返工要搞簽證換簽證。咁啊，成堆嘢之下咧，連我自己都唔知會唔會留喺日本咁耐嘅情況之下咧，我係冇咩心機、冇咩時間拍片嘅。所以呢3年嘅片，你見到係產量係少好多啦。P&D 又好 ，game 片又好，係基本上係冇時間拍嘅。而點解我揀依家拍咧？咁啱啱都講咗啦，今年係我第4年。畢竟當年梁朝偉一句3年又3年，所以依家啲人咧通常會以3年嚟做個單位嘅。所以啱啱經歷完3年日本生活之後咧，個人認為係有大量可以分享俾各位嘅一啲經驗兼心得啦。而我認為呢一啲我個人親身體驗過嘅經歷咧，係絕對可以幫到一啲有興趣移居日本嘅朋友嘅。再加埋 P&D 嘅片係越拍越少啦，兼且我玩嘅時間甚至係連 log in 都係越嚟越少啦。所以把心一橫，就不如徹底地轉職啦。好似以前嘅 online game 咁咧，咪有啲2轉3轉嗰啲嘢，即係當你嘅 level 咧升到某個等級嘅時候咧，你係時候轉職噶啦。你再唔轉咧，你係攻略唔到之後嗰啲啲關卡嘅。所以 Lucky 要轉職。今日呢一刻咧就係 Lucky 轉職，由冒險家轉做呢個，你當係由拎住木棒嘅冒險家，即係轉職做拎住射手嘅弓箭佬啦。OK。咁重點嚟啦，咁之後 P&D 嘅片仲會唔會拍咧？畢竟呢一度嘅觀眾朋友咧都係以翻轉珠為主嘅玩家啦。咁簡單講，答案係會嘅，係會拍嘅，但係只會係拍啲抽傻片咯，係咯，拍啲抽蛋片。而攻略片就教學片嗰啲咧就會少拍好多噶啦。即係假如冇啲咩特別合作啊，或者我中意合作咧，可能都唔會特別出一啲攻略片啦。除非出鬼滅 ，OK， 除非出鬼滅啦。假如下年出翻鬼滅嘅即係無限城第2章咧，即刻重返 P&D。假如3本 out 都合作嘅話 ，OK， 畢竟你知 Lucky 咧都係鬼滅 fans 嚟噶啦。無限城嘅特典第一彈，之前去嗰啲原畫展嘅特典，呢個 fan 送嘅，所以基本上有鬼滅有我，冇鬼滅就難講啲 ，OK。好啦，咁總結嚟講咧，呢個 channel 之後咧，會慢慢變成一個 Lucky Japan 咁嘅感覺啦。咁我個人咧都係重複一次啦，我係會以翻一個冇背景、冇關係、冇 support 嘅普通香港人，點樣移居日本？今年係我第3年啦，第4年啦。呢3年嘅全部經歷咧，係會一次過毫無保留地同各位分享翻出去嘅。所以我想同各位講，假如你係好想改變，而日本又係你其中一個選項、一個選擇嘅話咧，呢個 channel Lucky 呢個 channel 絕對係一個可以俾你參考、可以幫你嗰個地方。
而未來我大概會拍啲咩題材咧？簡單啲講啊，首先，比如係嚟日本嘅資金幾多啦，係啦，呢個金錢上嘅多少咧嘅多寡咧，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決定因素嚟嘅。咁二嚟係喺日本生活嘅日文程度咧，需要幾多咧？嗱，可以話你知，我嚟日本之前咧，我係基本上係唔識講日文㗎，唔識講嚇，識睇唔識講。咁而第三，網上經常話嘅日本旅行 OK 長住不了呢一句嘢係唔係真咧？仲有一啲同日本即係同日本同事朋友嘅一啲文化差異啊，同日本女仔嘅拍拖啲心得咧嚇，一啲經歷咧，我都係會毫無保留地，真係唔保留啦，真係今次全部抌出去，真係毫無保留地同你講翻嘅。所以假如你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先訂閱呢個 channel 啦。雖然出片嘅產量未必會好快啊，但係咧務求真實貼地兼且係高質，乜係實正超。日本佢嚟。好啦，咁最尾咧都好多謝各位由 PND 開始一直 follow 我睇我嘅觀眾朋友啦。雖然我咁講好肉麻，但係你哋每一個 like 每一個 comment 咧都係我嘅原動力嚟嘅。所以希望之後咧都可以繼續見翻各位。OK，我係 Lucky，中意條片嘅希望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